大家平安出头天，我是讲推。圆箍两撇这个谚语，大家拢知。若是两骹拢咬伊，的确无输赢。所摆这谚语无趣味。今仔日来小解一个叫做出桥的圆箍两撇，有输赢，所摆有趣味。这出桥的圆箍两撇，边边是一个人画圆箍，一个人画两撇。边边是要占摊怀一排，摊直一抓，还是摊斜的对角线。总是伫一般的圆箍两撇，你要占一个位，就甲你的红仔票画落就好。伫出桥的圆箍两撇，逐位拢有一盘碎盘的圆箍两撇。看谁赢这碎盘的，谁就甲红仔票放伫遐。可见要赢，上无爱赢三盘碎盘的。摊直、摊怀，还是摊斜排做一排。过来，头一个人的头一步，会使凊彩看要移倒一盘。比如讲行伫遮，因为这是这盘正平下骹迄空，所摆对直后一步，就限制爱行伫正平下骹迄盘。伫迄盘凊彩经一空来行。设使伊行伫遮，安尼伊的对直后一步就限制爱行伫正中迄盘。照这个规矩移落去，若一盘碎盘的互人赢去，迄盘的位就换做赢的人的红仔票。过来，迄盘就无通过移。遮有一个美角，设使正平中央迄盘互人赢去，若有人行伫即款所在，照讲伊的对直爱去行正平中央迄盘，总是无通去。所摆伊通凊彩景，看要行伫倒一盘拢可以。若是有一盘画甲甜甜无输赢，就无免换做啥物人的红仔票，总是迄盘犹原袂使去。若人叫你去，你就通凊彩经一盘来移。规矩真简单，就安尼尔。咱来看人移一摆。今仔日讲到这，感谢收看。若有意见请留话，咱后回线顶再相会。